至少，真的，那係清喎，清，即係濃油清。那講幾好咩？啊！因為我是今天你氣口做咩啊？熟啦，誒，我升職好咧。上個年尾，嚟咩嘅話就上個咩嘅。好จ้า嘿，因為那時候直直都能走呢。幾天啦？兩幾天？因為那是剛修嘛，真咩啊？講唔到咧，應該係我嘅同事啦。那是唔是高錯？先啊，是唔是清高錯？是啊，我猜下啫。睇應啊，背除就應，我哋就只拖我哋看下烏啊幫下，我飲台下，我叫咩地方應？這個小搞到唔大聲音，你得，買得冇10萬應可。是那種嘢我都能喊，1一2兩一年年多嘅嘢。你得哎呀買我就再嚟跳去，我哋總比幫呀。勁啊，我兄弟啊！好嘅，買得啦。好好。